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过几分钟了后，咱就要开始今日的礼拜。伫礼拜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啊，阮感谢你，请做阮的牧者，愿阮牧养阮到永远。你予阮无滴到欠缺，因为你的供应是无比的丰盛完全。你也要为着你家己的名，透过你的话语来引带阮行正直公义的道路。检查行伫死荫的山谷，阮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要成做阮的保护。主啊，这个时刻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全心全意服侍你、敬拜你，求你教阮三合之地，安静阮的心，互阮的敬拜是你所欢喜的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们。来啊，咱就学了咱的上主，来
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，咱爱用感谢的心来到伊的面前，咱爱伊欢喜来唱歌，因为上主是大权能的上主，是超越拢总神的上帝。这时，请咱三角来吟诗学了上帝。圣诗第72首，圣诗第72首，学了全能的主上帝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宇宙、造化万物的主宰，阮的上帝，通过你奥妙圣手的作为，你伫无共世代的演变中，有时将关山变作海洋，有时将大海变做平地。阮知伫世间时常变迁的时，你对阮的应允永远拢无改变。阮有平安，是因为你
救阮脱离灾害。阮有喜乐，是因为你听阮。我要献上阮的感谢。听阮认为的上帝，当武汉肺炎威胁全世界的时，一人含落惊吓不安，加在有你的固守，因此阮政府的防疫团队有正确的作为，互台湾的疫情通得到控制，也互殊荣工商甲学校会当正常的运作甲上课。阮要感谢你，慈悲个怜悯的上帝。当阮看见世界一国家，特别欧美洲的国家疫情犹原抑个真严重，一人因为感染来死失，也有人抑个得甲死神争战，恳求你怜悯医治。常时阮也要谦卑伫你的面前认罪，恳求你赦免阮的自私甲贪婪，用你大权能的圣手来拯救这个世界，互阮通真紧脱离灾难，恢复正常平安的生活。阮也要恳求你保守阮伫第一线的医疗人员，互因的心灵拢通得到健康。主爱天父，全能的上帝，你伫地面上替阮设立家庭的制度，互阮透过温暖的家庭生活来体验你无限的疼。今日是母亲节，阮要来纪念所有的母亲，因逐日对日出到暗暝的付出牺牲来养育照顾阮，用因的生命替阮写出济济感动人的故事。我们对因的辛苦来学习感恩。虽望阮中间有人的母亲已经离开世间，无法度去享受最好的亲密。有的人的母亲破病倒伫病床，阮犹原要透过祈祷来孝念因，将阮的孝念甲祝福送到因的身边，也想使因有你遐来的平安甲喜乐。常时也听请阮做囝儿女的，爱把握机会，常常关心陪伴友好因。慈悲的天父，阮集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，倒伫病床；有人心神软弱，失去愿望；有人受疫情的影响，惊吓不安；也有人失去至亲，心内悲伤。求你照阮的需要，医治、安慰、补足阮的欠缺，互阮大家拢伫你顾守的下面，通得到满足甲平安。但这时，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中间，通过错主任牧师的信息，通互阮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。我要将今早起的敬拜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引带带领。安尼祈祷无够额，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一声来讲。阮是天然的爸，阮你的信，你的国的道，你的旨意一行，你的领亲像天然。阮是信的人，阮赦免阮的过苦，亲像阮也赦免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狱，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不尽。阿门。
这时，请咱来交托启文第9篇，伫圣诗的后面13页。启文第9篇，伫圣诗的后面13页。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惹砍的。这人有福气。耶和华无算伊有罪，伊的心无奸诈的。这人有福气。我静静的时，我的骨头高达，因为我通日大声吼，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，无隐瞒我的罪恶。我讲，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，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。因为安尼，既若虔诚的人，伫通找到你的时，就记得你。大水泛滥的时，得到袂到伊遐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你要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围我。我要教示你，只是你应该行的路。我要注目看你，来劝解你。毋通亲像马骡因无知识，就用马甲姜、马绿色约束因。若无因就毋瓦滚你。歹人受济济苦难，独独倚靠耶和华的人，要有慈爱，四面为伊。恁义人啊，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。心正直的人啊，恁着出欢喜的声。请咱继续来吟圣诗，圣诗431首，圣诗431首。基督是咱家庭的主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，赞美要请诗班带咱来学了上帝。因要吟的诗是 God bless my family。这是请咱三个人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12节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12节。现在中文译本95页，就要孝敬父母，通互你伫我要赐互你的土地顶面享受久长。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。今早起，蔡主任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第7讲摩西第7讲，请咱大家恭敬来听。大家平安，今日是母亲节，祝福天的所有的母亲拢充满上帝的恩典。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孝敬父母。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愿恳求你赐了真理的神，拍开阮属灵的目睭，看见你的同在。恳求真理的神，开阮属灵的耳孔，互阮会当对上帝的话语顶面得到帮助。当上帝对阮讲话时，阮会当听会见，听会明白，互阮时时刻刻拢会当听到来自圣神奇妙的声音。恳求真理的神，拍开阮的心，互阮会当对主的话语中间明白你的心意。
也想事开力，互阮当遵行你的旨意，互主的话成做阮唯一的信靠。阮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顶回牧师伫分享第二届的时阵，我就捌讲过，有真侪人认为信了基督教就无爱父母，无爱祖先，其实因毋对，因为伫即世间真少有一个宗教信仰，亲像咱的信仰同款，遐尼强调爱尊敬长辈甲父母。为虾米？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今仔日经文安尼对咱讲，着孝敬父母，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面上，会当得到鼓励。这段经文拄好是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10条诫中间的第5诫。咱顶回讲10条诫的结果的时候，咱就讲过，10条诫是咱信仰中间非常重要的命令。10条诫前4诫重点是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第5诫到第10诫是讲起人甲人中间的关系。伫10条诫命中间，上帝将孝敬父母放伫人甲人关系中间的第1条，所以咱就会当了解，上帝是非常看重咱甲父母中间的关系。为什么上帝要给咱这条命令？其实咱来理解。咱领受而且遵行孝敬父母这条诫命，毋是单单为着父母，也是为着咱本身。因为咱来明白，所有的关系拢是对咱甲父母建立关系开始。一个人要活了幸福快乐，有一个真重要原则，就是爱学习去享受关系。因为上帝创造咱，毋是咱爱咱孤单。伊将人创造伫一个群体中间，互人组成社会，互咱甲其他人会当有互动的关系。所以每一个人拢需要正确甲别人建立关系，安尼咱才会当伫关系中间互相了解、互相相听。咱的人生也因为咱甲生命中间出现的其他人的交陪、互相帮助，来成做一个更较丰富、更较有意义的人生。就是因为安尼，咱甲父母的关系特别重要。因为大多数的人一出世，第一个建立关系就是亲子中间的关系。亲子中间的关系常常影响咱了后所有的关系。你甲别人互动的模式，常常是伫家庭中间甲父母斗阵相处所定下的。所以上帝给咱这条命令，给咱好好来孝敬咱的父母。这对咱家己是真重要的一种学习甲成长。安尼为什么要用孝敬来做建立关系的开始呢？咱来理解孝敬这个字，伫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原本的是担当、有重量的，后来衍生做受人重视、尊敬的，也就是讲，父母伫囝儿甲查某囝的生命中间，应该爱有分量。囝儿甲查某囝伫正人的面前，爱对父母尊重。也因为安尼，咱对孝敬父母中间去学习、去尊重其他的人。随常大家爱清楚这件代志。如果伫厝内底未去尊重父母的人，这人真可能伫社会中间，伊未去尊重其他的人。伫教会中间，伊也未去尊重上帝，所以上帝安排咱伫厝内底、家庭中间学习尊重、孝敬父母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每一个人拢必须要学习，因为会晓尊重父母，将来大汉了后，伊去到学校上课的时阵，伊得尊重老师，得好好学习，互伊会当得到成长。将来出业了后，伫工作顶面，伊得当尊重顶司，配合顶司的计划，而且伊嘛当尊重下属，好好来管理下属。而且伫社会中间，伊得去尊重其他的人，袂去做违法的代志，袂去做伤害别人的代志。也因为安尼，伊就成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。今日咱看到真侪人，伊袂晓得尊重别人，是因为伫家庭中间，
爸母根本都无要求伊要尊重爸母，爸母过头听从囡仔，一切拢顺因的意思。即摆囡仔拢真聪明，伊对经验中间学习安怎去控制爸母。有时阵伊就用花，爸母就屈服。年久月深了，囡仔就习惯，也做伫学校、伫社会中间，也当用即同款的方式去控制别人。但是事实上是无法度。不怪即摆有一寡少年人被称作草莓族，因为一旦拄着别人无法度配合因就受伤啊。所以伫咱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咱学习孝敬父母，尊重其他人，因为尊重的功课就是对这开始。所以接下牧师要分享安怎去孝敬父母。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5个秘诀，就是心道、耳道、眼道、口道、手道这5个秘诀。咱首先先来看，第一个就是心道。讲到孝敬父母，第一项爱学习的是爱有心啦。咱分做2方面来分享。第一项就是伫咱的心中，咱来常常存着感恩的心，伫态度顶面，咱来肯定父母对咱的价值。伫甲父母斗阵的时阵，爱不断表达这款肯定甲感谢，特别是爱趁咱的父母抑个伫的时阵，常常表达咱对伊的感谢。咱做过父母的人拢知影，做父母其实是真辛苦的，伊无时间性，爱要求体力，爱要求智慧，会费真侪精神。如果若无咱来出世，伊会真轻松。所以对爱为着因的辛苦献上咱的感谢。另外，咱也爱用包容的心去体谅父母的软弱。咱也知影，无一个人是完全的，包含做父母的拢无完全。虽然父母真疼咱，但是有时嘛有欠亏的时阵。有时咱会掠做讲做父母一定要安怎，一定要做到什么款的程度，但是生活上的实况常常毋是安尼。检查有时有意无意，咱会伫家庭中间受到伤害，特别是这个世代中间，咱难免会受到上疼上亲的厝内底的人伤害。面对这款的问题，万分绝对袂通解决问题。圣经甲咱讲，家庭是建立伫智慧甲谅解基础顶面，也就是讲，经营家庭生活有2个真重要的要素。首先，咱要有智慧，袂当愚公无知，爱用上帝予咱的理性甲智慧来经营管理。但是，嘛袂当干那用智慧、用理性，那无家庭就变做企业在经营，家庭生活就变做例行公事。所以，咱来注重另外一项。另外一方面，咱知影家庭必须要建立伫包容甲体谅的根基顶面。当你愿意去谅解、包容有欠缺的父母、亲人的时阵，这嘛是孝敬的一部分。如果你若选择包容甲体谅，咱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想的时阵，检查你得当对安尼得到讨棒。反倒当咱会当对受伤中间得到医治，互咱甲父母中间的关系会当更加好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咱来训练耳孔的功课。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安尼讲：恁做儿女的，爱伫主内听探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爱孝敬父母，互恁得到福气，伫世间当岁寿，这是第一条大应允的诫命。听探父母的教示是咱伫细汉的时阵上介重要的本分，这是基本的尊重。伫咱未成长之前，咱来愿意听，而且顺探父母的教示。但是咱要注意哦，这段圣经伫好学本的圣经中间，听探父母进前，佮加上爱伫主内这个范围，说明讲听探并不是无限制。比如讲，有父母命令囝儿佮查某囝做违背上帝旨意，还是违背伦理道德、违背法律的代志，都毋是伫主内的范围内，毋是咱应该爱凊彩听探的。但是牧师嘛爱提醒，万一拄着这款的情形，咱犹原爱用真谦卑、恭敬的态度，
爸母解说袂当听谈的原因，尽量取得爸母的谅解，爱用温柔而且坚定的态度，保持家己的见证，毋通太过激烈、无礼貌的态度，直到产生关系顶面的破坏。过来，咱爱存耐心，详细来听。当咱渐渐长大了，你可能开始有家己的想法甲意见，虽然无一定必要将爸母一切的建议拢来约束你，但是你绝对毋通轻看因的建议。你会当无同意爸母的看法，但是绝对袂当显出安尼无耐烦不愉快的表情，这就是一种接纳。咱爱详细去听因所讲的，有礼貌去听，特别是爱听出因的话语背后无讲出来的听。其实，如果爸母无听你、无关心你，伊真无必要会当互你什么款的建议。圣经中间教示咱，你爱听从生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年老嘛袂当藐视伊，就是这款的意义。咱特别爱听出因伫讲话背后的迄个听，然后互因尊重、互因肯定，这是咱来学习的。第三项，咱来学习的就是训练目睭的功课。咱来常常关注爸母，关注因真正的需要。有一寡爸母因无愿意互囡仔上大的压力，所以因未真正表现出家己真正的需要。咱来详细去关心、去观察，人到一定的年纪了，伊的衰退是真紧的。如果咱也无认真去看，检测无法度发觉因真实的改变。如果若甲爸母带做伙，咱来常常爸母请安，表达家己的关心，而且注意看爸母的状况。如果你若无法度甲爸母做伙住，你嘛爱常常用电话关心去来探视，常常表达对爸母的关心。这是第三项咱会当做的。第四项，咱咧训练喙的功课。真侪爸母因年纪哪来哪大的时阵，因所受的尊重就哪来哪少，因会当被肯定的就哪来哪少。因为会当互相肯定认同因的干辈的朋友，可能拢离开啊。伫社会中间也无搁再需要因的技术甲经验。因长大成人的这囡仔，可能拢真无用家己的事业甲家庭，所以因就哪来哪孤单，哪来哪无受肯定甲重视。伫这个时阵，咱的爸母有一个真大的需要，就是因需要被你肯定。要安怎落实这款实际的做法，咱会当常常用电话中间甲爸母讲咱的心事，厝内底有啥物款要决定的代志，咱就找伊参详一下。特别有一寡代志，咱请因替你祈祷，互因知影，有因的带导，你会得到真大的力量，而且常常感谢伊为你所做的一切代志。这就是肯定爸母，表达因对你的意义真重大。咱台湾人有时比较较袂当表达家己的感情，这真正需要训练。最后一项就是咱来守道这分做两项来分享。第一，咱来用恭敬的态度来奉养爸母。你表达孝敬上较重要的代志，就是爱养饲供应爸母的需要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如果有一个寡妇，伊有儿女，就是孙儿女，这后辈就爱先学习安怎伫厝内底尽孝道，来报答爸母甲阿公阿嬷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。伫遮咧表达了真清楚，奉养爸母的责任是伫儿女的身躯顶。伫过去某一个时刻，爸母替咱饲，替咱洗身躯，照顾咱。等于年老，情况可能爱倒变过来，你可能爱饲因，爱替因洗身躯，照顾因。上帝讲，这是做儿女的责任，就是爱负起供应爸母需要的责任。再来一项，就是唔通
无表达你的情感，要用肢体的动作表示你对爸母的疼。咱来想看卖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有偌久无揽过你的爸母？请你回去就做这件动作。现在虽然咱来保持社交顶面的安全距离，但是对家己厝内底的人无这款的限制，所以等于厝内底咱清洁好势，就互爸母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因为这通表达咱对伊的感谢甲疼。总讲一句，无论你有什么款孝敬的方式，上界重要就是咱的态度。今仔是母亲节，咱来理解，不是母亲节，也就是父亲节，咱才爱敬送老爸老母礼物来表达咱的感谢。平常时就应该爱有孝敬爸母的行动。孝敬的真理是上帝的命令，而且咧教是咱生命真重要的功课。孝敬爸母是有祝福的，上界大的祝福就是咱借着美好的亲子关系，互咱的生命充满喜乐。愿大家拢会当领受这款的祝福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听你的话了后，求你也赏赐阮信心、勇气甲听心，互阮会当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，来延光你的生命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要请牧师团所组成的诗班，为大家献诗。
请咱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433首，恳求上帝施恩赐福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时请咱准备心来奉献。
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逐日的赏赐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。无论是肉体的灵者，也是生命的灵牛，拢得到养赐，互阮的心灵拢得到永壮。即马将你所赏赐的金钱甲财灵献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感纳，并且也恳求你圣神感动阮，来差遣阮成做你好的器皿。阿门。请坐，这是要来报告第本周特别事工。本主日为母亲节主日，祝福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。愿上帝纪念所有的母亲对家庭的关爱甲付出，并且祝福母亲身心灵拢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。主恩满溢。这个时阵，牧师要邀请大家做伙为几件代志献上咱的祈祷。首先，咱永远爱为着疫情来祈祷，为着第一线咧防疫的医护人员，为着咱的政府官员，也为着全世界疫情会当赶紧受到控制来祈祷。第二项，也请大家为着全世界经济甲社会的安定来祈祷。第三项，咱也为着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的集体做伙来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咱即是额头来祈祷，全能永远的上帝，阮的主，阮恳求你甲阮三甲地地。主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及时的帮站。阮要专心倚靠你。亲爱的主啊，经历这边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患难，阮充分体会到平安的重要。更加会晓珍惜家己的生命，而且充满感谢的心。阮特别感谢主，你保守看顾阮，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。阮也感谢台湾的政府提供完善的医疗制度，保障阮的身体健康。阮也感谢伫这个阶段中间，这政府官员因严密控制疫情，而且随时提供新的消息，互阮无跌到过头的惊吓。主啊，阮特别要为着第一线医疗的人员来祈祷，求你保守看顾因的身体甲心灵的健康。因咧保护阮的过程中间，求你亲自甲因三甲地地。阮也恳求主继续带领阮，会当平安度过疫情
的丰盈，互阮早一天回归正常的生活。求主听阮祈祷，阮也恳求主，你保守看顾受到疫情所影响的世界经济，互伫困苦中间的人得到保护。也恳求主，你帮助伫阮的国家推动经济方案的官员，会当有聪明智慧，所有推动的方案拢会当有效帮助真正需要的人。亲爱的主母，阮也将教会中间所有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伫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保守看顾，互阮伫即个时刻更加会当同心信靠你，会当互相相听来见证你的恩典。愿咱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请咱三甲来吟上营508首，508首。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吟诗说，请蔡牧师来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咧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社温，强受切恳。